你有個好正嘅產品 idea， 但唔識 tag 冇問題，我哋 Shopify 專家由零開始教你，14日內開到第一間網店，仲有埋行銷 support。我哋團隊自2021年起專注 Shopify 生態系統，累積超過200個品牌的數位轉型經驗，一直堅持透明收費機制，完善寄售後支援服務，由整合 Shopify Marketplace 嘅各樣 plugin 到設置各類 Shopify 自動連接第三方平台嘅任務，我哋都幫你輕鬆解決。所有網站常見設置，例如各大社交平台連接舊網搬資料、基礎 SEO 設定、Google Search Console、Google Analytics 等等常用基本，我哋都會提醒你，唔會要之後偷偷每項價錢。如果你嘅資料經常要喺唔同平台之間切換，我哋可以幫你將庫存、訂單、客戶數據自動統一，運營效率平均提升42%。中小企常見完成網站之後，需要各種支援，例如圖片、影片編輯、廣告投放等服務，唔使再揾又揾。我哋唔止建立網店，仲可以幫你解決所有問題，成為你長線增長嘅穩定 IT 部門。等你專心做老闆，將所有技術焦慮交俾我哋，立即點擊連結，預約一次冇負擔嘅線上諮詢。